今日我哋講下一份有效嘅普通法合約需要具備啲乜嘢元素？呢個題目好重要嘅，因為好多人都以為咧就咁攞張紙寫啲嘢，然後就叫做合約，簽個名就有效啦。其實普通法底下，我哋要有一份有效嘅合約咧，係要有一啲元素嘅。任何兩個人或以上達成嘅協議，無論係咪有法律約束力，都可以叫做協議 agreement。例如朋友之間約好食一餐飯，家庭成員之間一啲財務嘅安排，呢啲全部都係協議，但係咧係唔一定構成法律上嘅合約嘅要素。咁究竟有啲乜嘢要素呢？第一就係要有當事人啦，合約要清楚列明雙方嘅身份，包括姓名、地址、法律地位。第二，邀約同埋接受。一方面提出明確嘅邀約，另一方面必須要清楚咁樣接受，先至叫成達成協議。第三，要有對價 consideration， 雙方咧都要對某一種價值咧嘅嘢咧係達成協議，例如金錢啊、服務啊、商品啊、彼此嘅承諾。如果冇對價咧，合約係唔成立嘅。第四就係意圖，雙方要有意令到合約具有法律效力，而唔係純粹社交或者道德承諾。第五，法律目的，合約內容必須合法，唔可以涉及違法或者唔道德嘅行為。第六，能力，訂約人要有法律行為能力，通常要超過18歲啦，精神健全啦。第七就係個形式啦。雖然普通法係接受口頭合約嘅，但係日常合約最好都係書面形式，白紙黑字簽名確實啦。第八，明確性，合約條款要清晰，唔可以模糊，雙方面都要明白自己嘅權利同埋義務。呢啲咧就係普通法嘅合約嘅基礎嘅形式啦，缺一不可。例如有個經典嘅案例 Balfour and Balfour 1919年嘅案例啦，佢就係涉及夫妻之間非正式嘅協議，法院認為冇對價、冇法律意圖，唔係有效嘅合約。合約係規範雙方權利義務嘅法律文件，唔可以草率處理。有需要當然要揾律師啦，有法律需要記得唔好自己處理啊。